华山基金会伫永康的爱心天赛站会当久久长长，我可就是即群志工的小厅。说伫18岁生日即天，站长嘛颁发专勤等奖状肯定。特别是该站因为服务真久，需要照顾的弱势长辈，除了在地以外，要来自泰国、日本、甲印尼等多元的新住民。伫桌顶摆满一道一道的料理，就是因故乡的手路菜。特别伫迎接中秋团圆的时，这个好滋味嘛，互因所解思乡的情怀。来的泰国，这个是绿咖喱鸡，台湾人喜欢吃啊，在泰国去都喜欢吃这个，很好吃。我们的长辈就是来自各国不同的长辈，然后帮我们准备的他们的家常料理。那今天是我们永康一站18周年，那也是我们18岁的生日。那就是谢谢请长辈帮我们，就是一起分享说他们平常在吃的料理。会中议员朱正轩嘛到场陪伴长辈，甲大家请安，并亲切帮大家拟菜，感谢华山在地服务的价值。谢谢华山基金会常年照顾我们在地的山师长辈。所谓三师就是失能、失智、失医。我们的弱势长辈在华山基金会的悉心照顾下，那协助长辈呢可以得到我们一些社会的关怀，让温暖的阳光可以照进我们社会的角落。那我过去从助理以来，这样10几年下来，看着华山基金会一路在做我们的社会公益，也都被他们深深的感动。所以今天呢，身为华山之友啊，不仅来到现场，一起来跟长辈们祝福中秋节快乐，跟着长辈一起品尝异国料理美味佳肴。那我本身也带了一些餐盒过来送给长辈，祝福长辈有一个佳节愉快。会中所有长辈拢食甲津津有味，虽然因离开故乡，不过华山就是因第二个厝，所有志工拢会持续陪伴，当作因厝内人同款。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